分享的讯息叫做迎接弥赛亚的来临。我们请牧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的缘故，差遣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临到人间。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预备好心来迎接他的来临。主耶稣也要第二次再来，求主也让我们警醒，预备好迎接他第二次再来。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将临期的第二主日，我们上主日有提过，我们在将临期的时候，3段经课都要读。旧约经课就在告诉我们，旧约先知怎么说，那书信经课在告诉我们使徒他们怎么说，然后福音书在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怎么说。那这3段经课在将临期是连贯的。那蛮特殊的是，我们平时讲道都只有讲一部分，讲福音或者讲书信，但是我们3段要一起讲。可是我们现在读圣经有一个麻烦，因为圣经是2000年前写的，所以圣经有很多的象征，很多的语言是我们不熟悉的。我们如果预备的知识不丰富，我们读起来不懂。就好像我小时候看评剧，我怎么有个人拿个棍子在那边摇，而且大家紧张的要命，然后他大摇，结果就那个我们的长辈就说：“哎呀，他骑马了。”我说：“怎么不骑马，拿一个棍子在那边摇呢？对不对啊？”但是他说这样子，这是千军万马，因为背后有很多的象征啊。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圣经里面，那个旧约里面有好多的象征，所以我们把它讲解了以后，我们了解。好，这3段经课在告诉我们什么？这3段经课都在教导我们，在将临期是一个充满盼望的日子，所以我们盼望弥赛亚的来临。那旧约跟新约有3个人，他们代表3种身份，他们在期待弥赛亚的来临，他们都讲解了弥赛亚来临的信息，但是他们也活出了等候弥赛亚的典范。所以我们呢，就来看第一个，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11章1到10节。这时候先知以赛亚他为什么讲这段圣经呢？因为那时候他讲的时候，你看以赛亚书第10章28节到34节，他们整个国家完全被亚述帝国灭到一个地步，全国里面只剩下耶路撒冷这个城还没有被毁灭。亚述帝国有够狠，他们毁灭了一个城，就把当地的城的人口全部迁到别的地方，然后呢，迁到哪里不知道，然后就强迫这些人，男的跟女的分开，女的另外找对象，男的另外找对象配对。然后呢，那原地的人，那些老弱残兵没有办法搬得走的人怎么办？再把外族人再迁进来，强迫结婚。所以以色列的那个北国被他们掳了以后，真的以色列人全部都变杂种，就是撒玛利亚人，了解吗？有5种族，所以犹太本族的人都非常的痛恨亚述，而当时只剩下什么耶路撒冷，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就变成剩下一棵树，所以他就形容那是一棵树。最后这个以后那个耶路撒冷也会被攻破。他说那棵树呢就被砍到剩下什么？整个树干被砍了，剩下个树墩，那个树干的上面树墩，就这个背景。好，那以赛亚这个11章1到10节呢，就在这个背景里面讲到那个弥赛亚的来临。你看国家已经灭亡到一个地步，还有什么盼望？但是这个弥赛亚的意象里面却充满着盼望。他的预言，好，我们来看一下来。第1节，他说：“从耶西的本，其实那个字本它叫敦，耶稣的本必发一条。”首先，以赛亚他描述那将要来的那个弥赛亚，是从耶西。那耶西是谁呢？我们不熟。耶西就是大卫的爸爸了。大卫的父亲是一个很卑微的人，
所以表示这个弥赛亚的出生非常的卑微，而且他那时候呢是从根。为什么从根呢？因为整个树干都被砍下，表示这个大卫王朝几乎经历了各种患难，几乎都被砍光了，只留下那个树墩下面有根，而从根上面发出的枝条，就是从起初的根呢发出了嫩枝，一个很嫩的嫩枝这样出来。而耶稣就是大卫家族的后裔，而从他的根必结出果实，就表示说，那再生的那个嫩芽呢，要结出果子，要成就耶和华的旨意。因为整个以色列人，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都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唯有一个人来，他要顺服上帝的旨意，这是弥赛亚的预言。换句话说，在国家败亡、社会糜烂、整个王朝都快灭亡的时候，就像利巴嫩的树要被砍发光，但是他讲出了盼望的信息。好，那我们来看2到5节，讲这位弥赛亚的形象。他说：“耶和华的灵必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灵必在他身上，他是个受膏者。”上帝的灵亲自膏抹他，他就充满在他身上。那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基督跟旧约的弥赛亚不一样？旧约的先知、祭司、君王，他们是用圣膏油抹在头上，而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是什么样？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是圣灵亲自膏抹他，跟旧约是用象征的不一样。这个旧约很像影子啊，很像相亲的时候，男主角、女主角不能来，双方就交换照片，那个对方拿到照片好感动，然后整天看照片。请问，如果真正2个人都见面了，还要看照片吗？这样了解吗？哇，你的照片好美哦！乱讲，本人更美，了解吧？是这样子。那这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位弥赛亚被圣灵膏抹，是亲自膏抹，充满他，他就有6种灵恩。这6种灵恩呢，就是中世纪里面讲的7恩。好，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其实在这里在告诉我们，不只是弥赛亚这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受膏者，小基督的意思，受膏者。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圣经上讲到那个受膏者的形象很有趣哦？你看那个诗篇133篇有没有？那个亚伦被膏抹在头上，那个油好多，最后流到他的脸，又流到他的胡须，又流到他的肩膀，又流到他的衣襟，有没有？诗篇133篇。那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受膏者，他的油，他是我们教会的头，他也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这6个灵呢，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追求的。等候基督的时候，我们成为这样子。好，第一个，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那是表示耶稣是一个完美的审判官的优点，精通法律，具有精辟的洞察力，均衡的判断力。他独立审判，又特别关注那些贫穷人的权利。他有谋略和能力的灵，那是指的君王跟将军的优点。他有治理人民的能力，明智又有远见。他不只想到近期的利益，他又想到人民长远的利益，所以他会建立可长可久的制度。好，他有作战的谋略，非常果断，而且得胜有余。讲到了我们想象的基督通常都比较负面的。耶稣像我弟弟常常跟我挑战，他说：“你信的耶稣干嘛呢？可怜呢，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有没有？人家要他的外衣，连内衣内裤都给人家，他这样羞辱耶稣基督。其实希伯来书第2章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大元帅，他为我们尝了死味，是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人类本来有尊贵荣耀的冠冕，管理这个世界，人类堕落了，而耶稣基督替我们夺回了尊贵荣耀的冠冕。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就变成当我们受洗的时候，膏油一涂抹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是成为了尊贵的上帝的儿女。那多么尊贵啊！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一个谋略的灵，这个基督是一个战无不胜，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是一个荣耀的大元帅，救恩的大元帅。他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那是指的先知跟祭司的优点。
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他使人有知识认识上帝，委身于上帝跟他的旨意。祭司是代表人献祭敬拜上帝。好，所以呢，接着呢，他讲到这个弥赛亚，接着讲到他做什么，他的工作的目标有一个是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他要建立人民甘心乐意的对上帝敬畏，来顺服上帝的旨意。这是耶利米书里面讲到将来所立的新约，使我们认识他是内在从心里面甘心乐意的认识上帝。消极面呢，他行审判不凭眼见，他判断是非也不凭耳闻。换句话说，大部分的当时的法官都看你的穿着跟谈吐，就决定要判生判死，要看你送的钱啊，不是这位法官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不凭眼见。积极面呢，他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公义必做他的腰带，信实必做他鞋下的带子。换句话说，这个法官整个安身立命，那个带子是指着他的那个整个使他整个有力量。那个形容什么？他的审判是根据正义跟忠诚的原则，他对法律忠诚，对人民忠诚，而不是有情看生，无情看死。所以对那些谦卑无助、被压迫者的权利，他特别会维护。他会建立一个和平跟公义的国度。他的能力方面呢，就说他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意思说，这个弥赛亚不是用军事暴力，他是用上帝的话语，来得胜。那这样的话，这个弥赛亚我们都好渴望。我们国家何等希望司法改革，对不对？我们国家何等希望我们的君王有能力。我们不是君王，我们的总统有能力，对不对？院长有能力啊，不要在那边这个整个而且工作有重点啊，不要把那个不是重点的重点弄成重点啊，结果弄得全国这么撕裂。现在不是那么两军对垒吗？那么游行吗？那个不是重点的重点。好，那个弥赛亚的美好的愿景带给我们什么呢？就是第6节到第8节，豺狼跟羔羊共处，虎豹跟山羊同宿。牛犊跟幼狮一同饲养，而且一个孩童就可以带领他们。他把那个2组3对原本敌对的野兽跟家畜，能够和平共处，而且用幼儿，就是小孩子，就可以牧养，成全上帝对人最原始的旨意。人要驯服动物，为动物起名，顺服人。结果人不但没有驯服动物，反而充满了动物性。他在讲这个。所以，像这弥赛亚的国度里面，人不再按照自己的动物性，那个野兽那种豺狼、虎豹、狮子的本性，然后敌对残杀，没有。这时候的人就和平的相处，谁也不再害谁，大家共同组成一个相亲相爱的敬拜的团契。哇，这是个很美的一个愿景。这个愿景呢，这个圣经呢，刻在哪里？刻在联合国的那个大厦的下面。这是很美的愿景。好。那讲到这个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请看下面第9节，他说：“在我整个圣山上，再也没有人作恶，也没有人害人，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认识是相爱跟归属。那个亚大希伯来文，那个认识亚当跟夏娃同房，就用认识这个字。认识耶和华及全心的爱耶和华，完全委身于上帝。”借着弥赛亚的临到，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上帝的爱，无条件的爱，白白爱，恩典的爱。所以我们就领受爱的人，就以爱还爱；领受上帝恩典的人，就以恩报恩。所以天人合一，产生最高的境界。更妙的是第10节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的所在大有荣耀。”意思讲到耶西的根，就是耶稣基督来了。要成为万国的旗帜，那旗帜的意思就是万国都尊他为主，万国万民都来寻求救恩。他所到之处，他的教会所到之处，都受欢迎。哇！结果带来新的天国的境界。那请问这样的境界，现在基督徒有没有做到？这个世界有没有做？还没有。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无可奈何的活呢，还是失望呢？白居有一句话说：“
白居易那个白话诗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预备我们自己，成为上主的工具，成为天国的工匠。那保罗呢，就在罗马书第15章的1到12节，尤其他12节，他几乎无一字不漏的抄了74亿本。保罗用的圣经不是我们现在的希伯来圣经，是74亿本，抄了整个抄到12节。换句话说，保罗呢就认为初代教会要迎接基督的再临，这个整个罗马人痛恨基督教，杀基督徒，把基督徒丢入什么竞技场？竞技场就你死我活，只有把对方杀死，你才开始出来。基督徒又不愿杀人，被丢下去，那就被杀了。基督徒又傻，基督徒和平主义，说耶稣基督为我而死，我不要杀你，我们两个无仇无恨。结果就被杀了，然后被杀了以后，基督徒又被丢入狮子坑，然后基督徒又被什么？当做什么？路灯啊，上面点满了油就跟人烧。基督徒这样被烧。基督徒被逼迫到一个地步，前300年都在这样子，那怎么活啊？保罗就说：我们基督徒等过基督再来，我们就要活出什么？我们就看罗马书第15章1到12节。他说：外面再怎么羞辱我们，怎么逼迫我们，我们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另类的人，成为这个社会的实验组。这个社会是对照组，这个社会都用动物性相待，但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就活出一个满有尊荣、彼此相爱的团体。好，这个尊荣是什么呢？请看第1节到第3节。基督徒的团契应该是互相体恤，使人得益处。他说，我们这些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的人软弱，意思是说，信心坚强的人应当把信心软弱的人坚固起来。消极方面呢，不求自己的益处，因为通常信心坚强的人他们有知识、有立场，而且容易按照自己所喜悦的做事，对不对？我们知识知道嘛？软弱的人在那边飘摇。可是呢，我们呢不求自己的益处。积极方面，我们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得益处就是属灵生命的益处，而且帮助他建立德性，得到造就。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接着他讲到一个典范，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那就是诗篇第69篇说的：所有辱骂你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耶稣基督先考虑别人的所关怀的，尽量的帮助，所以他对上帝忠心，他选择一条不是容易的道路，以至于耶稣基督受辱骂跟妩媚，但是他没有避免这一切。所以我们基督徒就在教会里面要形成一个彼此互相体恤担待的一个那个。好，请看第2个，基督徒的团契是要共同读圣经，领受教训跟鼓励。第4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旧约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使我们得安慰。换句话说，从圣经里面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学到了，我们宁可与上帝和好，行上帝的功，走上帝的路而受苦，不要规避困难而同流合污。上帝在这世上掌权，善恶有报。上帝的道路不是一条义路，使人生命有价值、有意义的道路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应当用上帝的话来彼此安慰，而不是用上帝的话来彼此审判，拿上帝的话来彼此攻击。我记得周连华牧师以前在上我们的课的时候，特别提醒，他说：“你们这些人去教会，真的不要拿上帝的话整天羞辱人，你们不要让下面人充满着罪恶感，你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他还说：“他说你们教导儿女不要动不动就说，你这样子，耶稣不爱你了，上帝不爱你了，耶稣把你杀死，把你丢在硫磺火湖，去跪在耶稣面前。”其实呢是把自己想象的，不是这样子。好，我们来看第3个，基督团契应该借着忍耐，持守盼望。那个基督教里面圣经用的忍耐跟中文的忍耐是不一样。中文忍耐里面是心字上一把刀，心这个字上面有一把刀刺下去，而圣经上所说的忍耐却不是这样的，它不是消极的逆来顺受。其实消极的逆来顺受其实是怠惰，是避免麻烦，是一种没有勇气
解决他的问题，没有勇气面对，只好逆来顺受。其实不是，这个忍耐的意思是我坚忍的去应付人生，达到胜利。我不仅能够接受事实，而且我有勇气去改变，认为人生这是一个荣耀的事，不是逃避。逃避的人没有什么荣耀可言了，找借口的人没有什么荣耀可言了。他那个忍耐的第二个意思是指的什么呢？是指的因着爱去包容人、接纳人，而且坚持的爱对方。所以爱训里面有没有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恒久忍耐，意思是说我就是坚持到底，我永远爱你，并且又有恩慈的意思是说，我还要做有建设性的事。我们遇到困难了，我们遇到难处了，相处有难处，我们就坚持共同解决我们的难处是什么，而不是把难处扩大，说你每次都这样你总是这样，对不对？像以前我被辱骂的时候，就问我说你要不要改？我说要改，我说要改，愿意改啊。结果呢，那个骂我的人说你死给点个顶的改啊。四只钉子钉下去就改了，这样子。以后他骂我的时候，我就说你要不要改？你有没有听？我说有听。要不要改？我说不改，因为改了很没用，只能被他羞辱。那个不是这样的。这里是包容人，给人机会。所以保罗在这里甚至用爱的包容人、接纳人，比连珠炮的攻击批评更容易感化人。好。这里可见，基督徒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啊！乐观主义者是没有看到困难没有面对人生只在那边宣告不是，基督徒不是那么廉价幼稚，而是看到一切，承担一切，人不失望，相信上帝在掌权。那个忍耐的意思是因为上帝掌权嘛。这个好，第四个，基督徒应该同心协力的效法耶稣。这里告诉我们说，愿赐忍耐的上帝赐给你们彼此同心，照基督的样式。好，这里讲到同心，教会怎么同心呢？若同你心，就不同我心呢？若同我心，就不同你心呢？那怎么办呢？所以教会很多人说，只要跟牧师同心就好了，大家听牧师的。这就还不对了牧师做错，你要跟着错牧师是瞎子，你要瞎子领瞎子对不对？牧师不是神牧师只是蒙恩的罪人，蒙了上帝的呼召而已所以同心最好的是什么？人心我心两皆放心，把心放掉，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同意吗？我们大家以基督耶稣的心，何意呢？若合人意，就不合我意；若合我意，就不合人意。那干脆人意我意两皆放弃，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这样子才对嘛。同心是同基督的心，寻求上帝的旨意，教会才能够同心合意嘛。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说，这个同心合意是照基督的样式，因为基督就不求自己的益处，对，基督都不求自己的旨意，对不对？他求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都要效法基督，才会同心合意。好，最后第五个说，我们要彼此接纳，荣耀上帝。第五个，保罗勉励我们要彼此接纳，因为基督接纳所有人。其实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自己都没办法接纳，对不对？圣经上说我们要爱人如己，我对我自己百般挑剔，不能接纳，所以我爱你的方法就排斥你、挑剔你、不接纳你。那耶稣基督已经接纳我们，耶稣基督完全了解我们呢，知道我们的内心，也查验我们的心肠肺腑呢。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们很感动，因为成为我们的知己。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好恐怖啊！我内心里面隐为的那个悲情面，或者我里面的悲情下品，他都知道，那还得了？那这个人我没命了，对不对？那耶稣基督明明知道我们一切的这一些，他还爱我们，还接纳我们，还把尊贵荣耀的权柄赐给我们，这是很特殊的。所以我们要彼此看对方为尊荣。所以诗篇第16篇第3节成为我最大的帮助。他说：“论到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是神最喜悦的。彼此喜悦，彼此接纳。最后一个是同心赞美上帝。他说：如经上所记，因此我要在列邦中称颂你，赞美你。我们应该教会是一个敬拜、荣耀、赞美的团体。
其实灵性，而且要称颂神，灵性的好坏不是圣经不离手，阿门不离口，结果他的行为让他吃不完兜着走也不是在那边喃喃自语，而是看到他这个人是充满着喜乐跟感恩，还是埋怨跟糟他人？有没有很多人喜欢糟他人？他灵性一热情起来，看这个不惯，看那个不惯。所以这里先告诉我们，同心同声的荣耀神，这是我们的目标。单有心意要荣耀神还不够，要整个生命来做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最后一个。好，我们知道保罗知道，在这个社会里面，将来上帝的救恩、耶西的根要出来的时候，这个社会在罗马帝国这么可怕的时代，基督徒成为一个另类、一个另有个心智的一个团体。现在我们看施洗约翰的形象，施洗约翰也在准备耶稣基督再来。施洗约翰是他这个人的角色很特殊，他这个人是旧约的先知，但是揭开新约的序幕。他拥有上帝救恩的资历，他是祭司，是先知以赛亚跟马拉基推荐为旷野的呼声，上主的先锋。好，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这个人侍奉的地方在旷野。旷野对以色列人非常的特殊，我们没有时间多谈。我们来看他这个人是一个特色，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跟使命。他说：“我不是那将要来的那一位。”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弥赛亚，我是弥赛亚的先锋部队，我是铺路的，我是引荐的。他谦卑的说：“那在我以后那一位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强，我连给他提鞋也不配。”犹太人的习惯称那个提鞋子，意思表示经过他授权了。他说：“我不配做弥赛亚的代表，我只是弥赛亚的铺路者。”请问我们每一个人，包括牧师，包括荣光堂，我们都不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是要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不是带来加入我们的教会，不是强调受洗的有多少人，不是在拉人入教，是引导人信耶稣，成为基督的门徒。好，施洗约翰这个人很特殊的2点，第一个是他的生命见证，他讲的信息就是他生命的见证。他圣经上说，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的衣着跟饮食使人想起了旧约先知以利亚，他在旷野过着一个很刻苦的生活，而且常常禁食祷告，然后预备主的道路，所以让人家一眼就看出他是先知。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过着简朴的生活，真的尤其如果是当公务人员的人为了公家的钱百般的节省为自己的钱去帮助别人大量慷慨。我实在很少看到这种典范，很多看不到这种典范。像我以前在东吴大学的时候，那个公务这样节省，你知道我们有预算要请学校基督老师吃饭，结果学校老师说：“为什么校部吃饭？”我说：“学校出的钱有预算，为什么学校出钱？我们大家自己出钱。”结果那个钱我就没办法消化了，结果还要到副校长那报告，为什么你预算没有执行？我说：“弟兄姐妹都奉献回来，我怎么执行呢？”他说：“只有你们基督徒会搞这个事。”意思是我们基督徒很节省为学校省，为政府省，想尽办法，大家自己这才是感恩嘛。可是呢，这个社会跟我们不一样。好，施洗约翰就是摆出这样的见证。他的信息呢很特殊，有2个信息，3个信息。第一个是他说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他主要信息就是天国近了，因为弥赛亚耶稣基督快来临了。那对我们来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临了，那更清楚。真心的悔改，因为主耶稣第一次来临就是要赦免人的罪，所以当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罪，准备好领受他的赦免。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救赎赦免人的罪，并且赐给人圣灵，使我们跟耶稣基督连结。耶稣基督是那棵树，我们就让它枝子，这个连结了以后，我们就能够结果子。这个很像什么呢？我小时候看到的杨桃你们还记得吗？那个杨桃最大的杨桃又大的，一定酸到吃了全身冒汗。那个小的杨桃是甜的。你看我们现在的杨桃是又大又甜嘛？那怎么来的？就把那个酸的杨桃砍了，然后
接甜的，结果长出来是又大又甜。那这是基督徒的重生的意思。我们原本的生命呢，接上耶稣基督的生命。好，所以施洗约翰都讲这个故事，讲这个。好，那时候呢，他讲了以后，有一群人，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来了。这些人是假冒为善的人，是虚伪的人。好，耶稣呢，施洗约翰就跟他们讲，真正的悔改是什么？就要结出果子，以悔改的心相称。因为凭果子可以看出树来，所以真的诚意的悔改，要用善行来支撑。悔改跟洗礼只是新生命的开始，还得成长茁壮、开花结果。所以结果子这个观念很多基督徒不屑做善行，都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有没有这个？我们都很熟。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8节、第9节，得救本乎恩呐，你善行不会得救啦。因着信呐，信心也是上帝给你的啦。这句话太熟悉了。可是2章10节说什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上帝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预备我们行的。换句话说，得救本乎恩，因着信，你得到神的恩，就要以恩报恩；得到神的爱，就要以爱还爱，然后就去行善，这上帝为我们行的。所以结果子的意思是，你跟上帝的结起来，跟上帝的耶稣基督是葡萄树，你是枝子，你一连结了，你要结果子。结果子的目的不是为了我自己，在那边炫耀我的果子很好，而是使别人因我蒙福。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老我，专顾自己，我们故意不想结果子帮助人，不想关心家人，不想关心教会的弟兄姐妹、同事、邻居。长远下去，我们这个不结果子的人就枯干，然后到那日不在基督里，我们就不在那个耶稣那棵树上，就会被丢弃，好可怕。所以感谢主，上帝怜悯我们，我们在生命中有果子。我们如果越结果子，上帝就耶稣基督把我们修剪干净，结果子更多。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真正的悔改是要用善行跟用生命、用见证来活出来。然后在这里，施洗约翰说：“哎呀，关于血统无足轻重啊！不要自己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们受过割礼，上帝的记号，我们就可以得救。”我告诉你，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的，对不对？我爸爸是上帝的儿子，我是上帝的孙子。问题是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对不对？有时候我太太是基督徒，我是上帝的女婿。问题是上帝只有女儿没有女婿啊，对，不要想用裙带啦，用血统啦。所以约翰福音1章13节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血统来的啦，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说你跟基督徒结婚，上帝那么爱女儿，他的女儿一定会爱女婿啦，爱屋这个血灰连盆呐，血灰连盆叫什么？爱屋及乌啊，不会这样啊，是每一个人都亲自接受基督，对不对？这个才能够这样子。所以在这里，施洗约翰讲了这2个信息，他讲最后一个信息。他说有一个更强者，你们要信他。那更强者是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强的。我给他提鞋子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换句话说，施洗约翰最后他照亮基督。真的，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什么好榜样，有好行为都要把荣耀归给基督了。所以，像你看，现在这个社会在那个同志议题那么大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坚持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但是我们接纳那些人，但是我们成为另外的见证人。好，所以那个更强者，他说我现在给你们洗礼象征悔罪，你们内心转向上帝，你们可以脱离将来的上帝愤怒之火。但是那我以后来的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那个水跟火其实对立的，就会多次用火来象征上帝的审判。那施洗约翰他说那一位来的，他会从你的生命里面、内在里面洁净你。我是洗外面的，他洗里面的。那我是叫你跟那个枝子连结，使你能够怎么样？能够去结果子。可是呢，这一位呢，他要差遣圣灵住在你里面，让你被圣灵充满，然后你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个很像什么呢？
誓言说这是路标，你要走。可是我们要走不能走啊！耶稣基督说上车，上车，上车，来带你去。就是道路，就是这两个差别在这里了。好，所以今天这样的圣经这三个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来反省，我们要学习以赛亚在国家最悲情的时候，他提出了盼望，而且我们也要把他的信息内化，说我们也愿意像基督一样，领受6个灵的灵恩，使我们每个人都变成灵恩派的，充满着主的灵。那尤其我们在社会工作岗位上更需要，基督徒更需要有见证。我以前在圣光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他已经到高等法院当庭长了，可是他坚持要当传道人，我也尊重他了。我虽然很想跟他讲说，不要啦，到高等法院你再上去就最高法院了，太少基督徒了啦，在见证了。可是他觉得做传道人比那个还荣耀。他这样讲，我也觉得蛮不错的。可惜啦，在岗位上应该这样了，对不对？各行各业里面都要有见证人，不要每一个都当传道人了。传道人是有上帝特别的呼召了。好，第二个，我们教会要开始学习这样子来迎接基督再来，然后接着我们成为一个悔罪者，成为一个结果子、服侍者，然后迎接基督再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恳求你施恩怜悯，帮助我们警醒的等候你的再来，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结出荣耀的果子，使许多人因为我们蒙福，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爱的团契，让在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地方都彼此的相爱、接纳、唱诗赞美主。谢谢我们的主，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圣灵，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